咱的主席罗牧师吼，代表咱这个广药区，代表咱一下一代欢迎吼。 咱就毋通通过运动，亲像圣经内面所讲，我毋望恁的灵魂永续，亲像恁的身躯永续自由。所以咱就毋望今仔日通过咱的运动，大家互咱的身心灵去勇敢，特别也真欢喜，咱的文教中心刘主任甲副主任拢伫咱中间，咱的台湾会馆的理事长也伫咱中间吼。他对你眼睛很好。 对眼睛非常的好。第二个，它适合不管小孩子或是青年人或是老年人都适合。所以我们台湾会馆，我看这个桌球，常常我看了很多年纪比较大一点都在这边打桌球，打得很好啊，他们对身体都很好，对眼睛对身体好。因为有好的身体啊，健康的身体才会有财富，才会有你要的一个家庭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今天啊，我要特别在这个地方。 忘了挤出来啊！
哎，多着碟顶头啊！我点。They didn't have enough women's team to women, and I'm like, okay.
外边我们